洪英姨，明仔载啊，这台湾总统吼要请青龙啦，伊的车队从了10点半吼会经过北门口。没啦，安尼讲。 头前是毋是发生什么代志？我要见青龙啊！我叫你小曹，青龙到我来抓个。这个查某人是要创啥？如果是警察部，停车！你是想要抢死是无？停车！上！是好大胆你啊！3分钟就想要抢劫红州的人，你有啥企图？我想要见青龙，我想要见青龙。 青龙，青龙，后头我看到，我绝对甲你严办。 这个洪英姨啊，若是无转来，就是青龙带去啊，咱应该替欢喜才对。是有影有影。洪英姨啊，洪英姨啊，啊是安怎啦？啊，情形安怎？我看到青龙啊，我真是。伊根本拢袂认得我。青龙看到你啊？伊迄款的眼神，遮尔清爽，遮尔冷淡，伊根本拢袂认得我。 我变个这么老，这么老。 不怪伊根本拢袂认得我。你若当像阮大鸟，打扮伪装，想要假啥假啥，凡是啥物代志好解决啦。对啦，红姨啊，你若烦恼啦，更加唔通绝望啦。我甲美姑一定替你达成愿望的啦。 放心啦，那阮大个吼，较早细汉就伫戏班大汉啦，打扮伪装哦是一流的啦。头
即摆小甲你洗者，小等吼，佮甲你画一领妆吼，你就变做另外一个人安尼。水呢？红英你啊，哇，你咧做素颜啊，至少啊，少年10岁。有啊有啊，哇，青春甲吼，敢若一蕊花咧。你两个人那安尼做老公生笑的。哎呦，有影啦有影啦，你吼若搁甲信心摕出来吼，哎呦，加少年咧误会哦。多谢你，多谢。什么人？有啥物代志？麻烦你入去内面通报一下，就讲台北商会会长的夫人有代志要见青龙。就安尼决定啊，就安尼决定，就定来甲因联络。好，报告，台北商会会长夫人想要见青龙练甲。会长夫人，请伊入来。哎，青龙请夫人入去。多谢。报告，台北商会会长夫人到。红英，我真是想袂到是你。当初伊明明甲我回报，讲你是食毒药自杀死啊。也毋知是我的好运，还是不幸，我死无去。当然是你的好运啊！你无死，我真正替你欢喜。也毋过，你若变做会长夫人，你先死呢？我并无结婚啊。有无安尼讲，是哪有办法
倘好你来你的大门咧。莲啊，20年无看到你啊，你一点仔拢无变。哪有？老啊，颠倒是你，20年啊，你还阁这么少年，这么水，这么优雅，一点仔都无老。红颜，我真正无想到，突然间会阁再看到你，一时煞唔知要讲啥物较好。你啥物拢唔免讲，我拢了解。虽然讲时间是会使改变做这代志，啊，不过是绝对要改变咱的感情的，安尼都有够啊！红颜，你袂怨恨我？哪会咧？你还是甲以前同款，遐尼善良，遐尼体贴人。我搁好好看你这，20年来，你一定吃了真侪苦。当初不明不白甲你分开，我想讲，永远都无机会通好甲你见面，你才是上大的痛苦。其他的，哪有算啥？红颜，我真是对不起你，我要安怎才通报偿你？会当甲你搁见面，会当搁介绍你的温柔，甲你的爱，安尼我都心满意足，安尼都有够啊！日头已经出来，到阵的时间过得特别紧。红颜，会当突然间甲你重逢，我嘛真唔敢甲你分开。也毋过，好佳哉，我暂时还未离开台湾，我相信一定还阁有见面机会。莲啊，我还未嫁查某囝收恁呢。我是想讲，你小弟伊带伊来甲我见面啊，会使甲事实的真相甲伊讲，还阁有阿煞，我都毋免黄夜夜，会使光明正大甲伊见面啦。也毋过，既然伊无适合，连工我一定会安排。安尼嘛好。我来的时间足久啊，我好转去啊，毋通互别人讲耳仔话。红颜，你也是甲以前同款，遐尼老替人想。红颜，你的字迹我收咧，我一定会找机会去看你。莲啊，查某囝的代志，你是毋通袂记哦。大嫂，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。你的人客还未走哦？你真正是一位介高尚的女士，我昨看到你的时阵，就就想要对你讲啊。真多谢你的往往。我哪会感觉你面熟的，咱是毋是伫倒位捌见过？无啦，无。青龙莲啊，你要袂甲阮介绍一个？伊是药库，我的查某囝。这位是，我知影啦，杜嫂，你到台湾才2天尔呢，你就伫个乌甲桑的后面偷交女朋友啊？恁交女朋友，我哪唔知啊？
囡仔人莫胡白讲，迄人伊是为了因先生的代志来找我的。会长夫人，我还有个什么事？这位是Toyota 福库，是我未来的囝婿，伊是梅子王妃的孙啊，算起来我是个姑丈。未来的囝婿，安尼讲起来，伊就是玉可喜妹伊的未婚夫。是啊。玲啊，我要告辞啊。お邪魔しました。どうぞ。こちらこそ。青王，伊对我真正是足好的，我会使感觉到，叶丸是甲伊真共款，一点仔拢无变。啊是讲红衣啊，啊你有趁这个机会，伊咪小姐无？会啦，我甲青王拢已经大圆啊，甲查某囝的代志，这是早办的啦。安尼就好，安尼就好。啊，毋过吼，我即马担心毋是我家己呢，我是伫咧担心我查某囝伊的婚姻。恁敢知影？伊的未婚夫就是迄个Toyota福库，迄个人的心肝这么歹，手段遐尼凶，即款的人敢会使做红婿？你是讲，今日甲你妈甲你拍迄个啊？是啊，就是伊啊。这个Toyota福库，逐摆来店的找麻烦的时候，态度拢真拗。即马知影伊是喜妹未婚夫，我心内嘛感觉真烦恼。我一定会想一个办法来阻挡伊的婚事。我袂使目睭金金看到家己的查某囝一生的幸福，去互闯转去啊！我知，还阁一点仔时间。你照这个主旨，我听者，我要去找一个人。遐是善良人大的所在呢。你放心，无问题。车停在这头。天顶啊呀！恁家回外口等我。哎，你这实在真正足歹找。我的车换来换去，嘛无法度入来这座行，想袂到你住伫这个所在，过着这种的生活。 23年前的时阵，我转来台湾，迄时阵我嘛无面头转去厝的，我破病又搁伤心，尾啊走投无路，只好住来这个所在。讲起来，我是来欠你真济。不管安怎讲，你嘛是替我生一个查某囝。我毋捌安尼想过。红叶，
我有讲过，我一定会补偿你啊。这1万块你收。你去买一间楼仔厝住，剩的钱你后半世人有够用。我不爱摕你的钱，20年拢过啊，敢有啥物日子通我过袂去的咧？红英，这是我的心意，这是我做会到的范围，你哪会甲我客气？啊，毋过，咱两个中间，毋是钱会使代表的啊。准若讲我摕你的钱，敢亲像一个买卖同款？哪会安尼讲？这是我的心意啊！你收咧，莫互我为难。这是恁家的命令。车搁伫外口咧等我，我明点才收工，我要来走。玲啊，查某囝的代志，啊，你是安排甲安怎？这你就紧讲啊！我是等甲足着急的。红英，你免甲查某囝相认。为什么咧？为大家好啊！伊是我怀胎10个月才生落来生我查某囝，我饲无到1个月，都互恁抱离宫，到即摆为止，伊拢毋捌叫我一声阿母。你若安尼做，你敢忍心啊？我当然不忍心，不过咱都要提出理证来。以前玉库入宫了后，伊就认梅子王妃做老母。伫玉库生活中，梅子才是个亲生老母。梅子王妃嘛一直将玉库当作亲生的查某囝来请养。你想看觅？那雄雄甲伊讲，你才是个亲生老母，伊敢当会调起？抑个。玉库已经做20年的戏妹，伊亲像伫咧温室内底一蕊花共款，伊无法度承受外面的风雨。你若甲伊想到，你就叫伊封锁迄通无纯正的秘密，互大家知影。那安尼，伊马上就会互当作平民。倒秘书，你甲伊杀入万丈青天共款，伊敢当会调心？你若是真是爱查某囝，你莫颠倒甲伊害好。红英，我知影，我知影，我知影你的意思。我不该伤你，我不应该伤你多心。时间还没走，我要来走，你要好好照顾家己。青龙，妈后你甲迄个相认哦。哟，啊那安尼啊，因就咧装笑啊。青龙伊的考虑嘛是有道理啊。像之前我甲玉库见面的时阵，嘛是毋敢相认，都是恐惊会害着伊。哎，红英姨啊，查某囝吼慢请认无要紧啊。但是你这个做老母的要安怎？伊总是袂当安耍耍的，就该等你边仔去啊。你过。青龙伊毋是即款人啦，遐侪年，我拢已经等了，我愿意搁互伊一寡时间安排一下。哦，对啦，啊，搁这个钱吼，是因年要留互我的，我留伫咧身上，感觉足不安的，我想要害伊呢。什么啊？伊搁互你钱啊？啊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啊，是毋是表示了真清楚，无要接你去日本啊？红姨啊，你家己心内要有准备呢。毋是啦，你未了解伊，青龙伊毋是即款的人啦。红英姨啊，迄世间上哦，就是你这尔啊戆的查某啦，啊，
遮尔啊痴情，下无怪菜花芳口啊尔啊多人，空喙无舌，花言巧语，你拢要相信？我咧甲想哦，人当年啊，就是照你的巴肚，要生迄个囡仔尔嘛。你真正是读甲拍架拢无得透气是哦。感谢神呢。黄玉仪啊，你的梦也应该要清醒啊。这钱哦，你应该去收起来，以欠你的不值钱啦。就是咩？迄日本政府啊，迄偌侪钱呢？迄偌侪拢是咱台湾人的税金呢，抢都抢袂过啊！伊即马家己互你的，搁要摕去用了，家己留咧开啦。没有，这个钱我一定要还你。恁拢袂了解，我甲青红的感情，甲一般人是无共款的。我无爱别人想讲我甲伊斗阵，是为着伊的钱，是为着伊的地位啊。敢讲你要继续安尼搁等下去？是，我搁要等落去。你要等我一下。你敢毋是高贵会长夫人呢？哪会住喺这个善家人所在？骗局！一切拢是骗局，对无？你这个钱为倒来？是不是为青红遐骗来？无，我无啊。给你我的画面，也袂你去接无就是你。你行路主动青龙车队，迄个毋知死活的查某也是你。我不是去接路呢，我改成会长夫人，传入县官交易青龙，你真好大胆你啊！你讲，你什么来历？甲青龙有什么关系？我都是你看到安尼啊，一个善家人，其他啥物拢无啊。你甲青龙若无啥物特别的关系，伊也袂讲无顾虑到犯罪的规矩，偷偷走遮看你。假使我无必要对你说明。伊的口气真大，伊就是讲青龙的耳孔，我甲你讲，你莫讲啊！你若是巧巧的人哦，上好是马上主动消息。你讲啥？你上好是赶紧搬离开这个所在，走了愈远愈好，莫讲有情追着你，有听无？你是凭啥物替青王下命令的？你真正知我凭啥？是啥物人啊？是我啦，黄玉仪啊，我是铁顶啊啦，寒米粉来互你食啦。
是安怎啦？咱遮久才开门啦。应该吃久啊。头好困，扣人太忝。我唔知要安怎，我走嘛唔是，唔走嘛唔是。啊，你是要走倒？洪英是啊，这是台湾啦，是你的故乡啦，走的唔是你啦，是伊啦，迄个Toyota富贵啦。我想吼，我还是去找秦王一转，看伊安怎讲好无？嘛好啦，啊无吼，迄个Toyota富贵哦，搁来找麻烦，安尼嘛毋是办法。我真正想袂到，伊竟然伫我的背后来调查我。伊安尼做，实在是太无甲我放伫眼内。红英，你受的委屈，我一定等伊甲你讨回来。这毋是我来找你的目的，lenga，我希望你唔通甲要求嫁互土太富贵。这个查甫人会对我一个乌巴桑起骹动手的，以后伊是要安怎疼惜伊的某囝呢？lenga，你爱三思啊！方舟的婚姻是真大的代志，万一若有啥变化，一定是惊天动地的大风波，所以我一定要真慎重来处理。lenga，为着爱你，我已经付出23年的青春，啊，毋过我无爱，因为迄是我欢喜干的。我以前拢是听你的，啊，毋过为着咱的查某囝要求，我一定要行出。我甘愿互伊做一个幸福的平民，嘛袂互伊做一个无快乐的皇族。为着要求的未来，我一定会坚持到底。你啊，比如是讲你找我呀？富贵，你是我自细汉看你到大汉，伫我印象中，你一直是真乖，真有责任感。敢讲我是看唔到人，或者你根本是一个双面人。伫我的面头前讲的是一套，伫我的背后做的阁是另外一套。你若是咧怪我，私底下去探望你会长夫人的代志是无？这个代志我只是要甲你报告啊。不管安怎讲，我嘛是你的长辈。你伫我背后自作主张去强害一个遮尔软弱的查某人，你袂感觉伤过分是？我知我安尼做，伤过冲动，会互恁家己无欢喜。啊，毋过为着恁家的名声，甲恁家伫皇族的地位，我是不得已毋才安尼做的。你也遮尔侪理由，讲话遮尔好听。照你安尼讲，我毋就应该向你说多谢。讲实在，我安尼成站后走，是为着我家当小济人。我是惊讲，这件代志拖到你日本，有要甲王妃伊讲来，一旦有要甲王妃来吃醋，搁到天皇迄边去，我惊会恁家你的。你免提醒我，我当然知影，我亲王的身份，甲一台湾的平民发生感情，绝对是无啥物结果。我早都唔敢想，20年前我都唔敢想我。我本来认为伊已经死啊，想袂到命运遮尔啊创治阮，即便互阮伫台湾，搁再甲伊相拄。你看，这查某是，你看，我是家己人啊，你当放心甲我讲，我是会帮助你、陪下你的啦。你看，甲这个查某人是不是有真特别的关系呢？
爱约靠。天卡，你来问这个问题咧？我甲约哥已经是未婚夫妻啊。我只会当讲，伫我心肝内，只有约哥一个人。27岁的时阵，我就等伊大汉，你出来做某啊。嘛安尼，卡苏约靠伊只是一个平民，是红英的查某囝，伊阁要爱伊。卡苏约靠伊只是一个平民，是红英的查某囝，伊阁要爱伊。哪呢？哪有这个代志？迄个节目是约哥前世老母，你要叫我来相信？哪有可能呢？事实就是安尼，我讲的无一句是假的。这个代志，我要甲红梅知影无？20年前，我已经坦白甲伊讲，伊知影了后，伊动用所有方族的人，互我压力，我只好甲红英分开。红英是无辜的，是我误了伊的一生。是安怎这个代志？从头到尾，你拢无甲我讲呢。我即马甲你讲嘛，要伤慢。如果趁这个机会，互我考虑一下，你甲约靠的分数。我爱约哥，我绝对袂当离开伊。无论是过去、现在，或者是未来，拢袂改变。你真正考虑好啊？我想你最清楚的。我承认，拄开始时，我真歹接受。不过，人家对我栽培，较枉费对我启动，我袂当辜负恁。你当做这个决定真无简单，需要真大的勇气。不过等下，我是要甲你提醒，是关系到约哥先生，袂当有人帮人知影，尤其是约哥，绝对袂当互伊知影。我知。阿哥，等下，我甲大胆。请阮阵嘛讲几句话，我紧甲红衣的查某切断关系，莫阁甲伊见面啊！我安尼拖落去，代志随时爆发，到时阵，连家你会受到方族的制裁，我甲约哥拢会受到拖累啊！我心内有数。你是咧想啥？你哪会安尼闷闷不乐？我甲伊的感觉是愈来愈远，愈来愈无话通讲。离较远也是好啦，你甲伊的身份差遐尼济，根本就无适配嘛。我约去上，我讲的伊是托他练教，毋是铁丁兄。你哪会雄提起铁丁兄？兄妹，你心肝仔想啥？我会毋知是。自迄日伫咧歌仔店，我就发现啊。我也毋知影是安怎，对因一家伙仔，就是有一份真深的感情。兄妹，你莫甲我考劝，无路用的。
你嘛有看到啊？我甲托尔塔连卡，大概见面就要冤家，伊的想法甲我完全无共款。若是叫我甲伊生活一世人，安尼实在真痛苦。希妹，咱做查某人的吼，小让伊一个都无代志啊。明明就是伊唔对，是安怎爱我让伊？假使若是安尼，我甘愿一世人无爱嫁。希妹，好啊啦，尤其桑，咱莫搁讲伊啊，好无？对啦，我足久哦无看到阿仁啊，我足想伊的呢。你替我找一个机会，走一撮歌仔店店，好无？希妹，你又要搁叫我创啥话咧？桌上逐工甲我对调调啊，我也无法度通出去。你替我买一寡牛奶粉送过。希妹，哦，尤其桑，拜托啦，顺便替我哦，甲弟弟啊遐甲咪姑的还写字一下，好无？哦，お願いします。希妹桑，好啦，小原来呢。阿姨啊，你是摸啥摸一大堆？这是啥物件啦？牛奶粉啦。哦，牛奶粉哦。牛奶粉哦，我想食好安尼。我想，你知影玫瑰哦，欠油炒，开工摕来我食吼，多谢多谢。你哦，歪嘴假，搁想要食好米，毋是要互你食，人要阿仁食的啦。迄妹叫我摕来啊，迄妹这查某囡仔吼，就是足重感情的啊，规日吼拢咧念阿仁啦。哎，叫我摕来，我就当然紧摕来啊。阿仁，我说阿仁哦，落去西里啊等。啊是啦，送去阮丈人爸遐啦，临时决定的啦。啊，妹夫哦，通知青妹，实在真歹势啦。哦，那安尼，啊，迄妹若知影，一定足伤心的。阿水啊，来坐落来讲，坐啦坐啦。等下吼，麻烦你甲迄妹讲一声，伊遮尔关心阿仁哦，阮会放喺心肝内啦。阿仁即马你若讲遐过得真好，请伊毋通挂心啦。嘛是好啦，互伊死心嘛是好啦。啊，这个牛奶粉，这牛奶粉哦，这冻坏坏吼，佮磨断去去啦，我甲你收好啦，咪姑，咪姑，你毋捌啉过牛奶粉的啦？啉了巴肚会落屎啦。我落屎无要紧啊，我当摕吼红英姨啊啉啊，迄查某囝吼摕老母是应该。咪姑，你头拄讲啥？你讲什么？红英姨？你有讲红英这个名吼？啊，什么老母查某囝？你是咧讲啥？你讲较清楚咧，好无？讲较清楚。无我无讲啊，你听唔到呀啦。阿水姨啊，拄仔咪姑啥拢无讲啦，你听唔到去啦。无咯。对啦，哎，我上你想过面。哎，你有人客啊？当这声是应该你拄着，我无讲到无关系。目睭敢有看唔到咧？小姐，你是小姐吼？哎，红英姨啊，这天公伯啊吼，超工安排啦，你甲我妈总讲讲的啦，真走。阿爽，你真是小姐。阿爽。